大家好啊，我叫 Tommy 啊，咁咧係第14屆爸爸學校嘅畢業生嚟嘅。咁啊，回想翻咧喺2023年嘅時候咧，咁我就打開 WhatsApp 啦，就收到一張海報，咁係個弟兄發俾我嘅。咁我打開嚟睇啦，咁我就見到大大隻字寫住爸爸學校咁樣，咁我覺得已經好吸引啦，就係咁原來香港有間學校叫做爸爸學校係教爸爸嘅咩咁樣。咁於是乎我就繼續再睇落去啦。咁我就俾佢其中一個辦學嘅目的咧，就吸引咗。咁其實就寫住就係追求符合聖經爸爸嘅形象咁樣。咁對我嚟講咧就覺得好好啦，因為我就冇曾經喺相關嘅教會渠道啊，或者係其他嘅方式咧，係去學習過喺聖經嘅教導底下點樣作一個爸爸咧咁樣。咁於是乎我就去好快就決定咗去參加。咁亦都去當我去到嘅時候咧，我仲有個好大嘅發現咧，原來咧嗱，雖然當其時叫做香港第14屆呢個課程咧，喺80年代咧係已經開始，並且咧係已經去到70幾個國家、200幾個地區都已經辦過呢一個嘅課程。咁所以對我嚟講喺參與嘅時候咧，我都覺得裏邊係會有好大嘅憧憬啦，相信喺裏邊學習咧一定會好大嘅得着。咁而喺學習嘅期間咧，咁亦都發現咗有3個好重要嘅價值咧，想同你分享嘅。咁第一咧就係喺課堂內容咧，係好顯淺易明啦，咁所以對我嚟講就有一個好快嘅吸收，好快幫到自己。咁第二咧就係喺喺課堂嘅期間咧，其實有好多爸爸嘅一齊去學習嘅學生啦。咁咧其實都當中有好多真人真事嘅分享，同埋佢哋相關嘅經歷都係好感動嘅。咁甚至乎咧都觸動到咧自己一啲內心咧可以話係久違咗嘅一啲嘅需要咧，都係透過喺課堂裏邊咧可以去有所得着咁樣。咁而第三啦就係透過課堂之後啦，有好多反思嘅行動嘅。而呢啲行動咧亦都見證到自己啦，同埋其他嘅爸爸同學咧喺天父嘅大愛啊，喺佢嘅帶領底下咧，係可以話係有翻天覆地嘅正面嘅轉化。咁所以對我嚟講咧，個得着係真係非常之大。咁所以今日好想透過呢條片去分享俾你知，爸爸學校係真係一個好值得去參加嘅課程。甚至乎如果你願意嘅話，你願意投資呢個時間，作為男士好重視效率嘅你咧，我好相信咧，你喺呢幾日嘅裏邊咧，你一定係可以有好大嘅得着。如果你都覺得自己已經當爸爸都實在係唔知點樣做，又好想去認識，好想去學咧，咁我非常支持你嚟啦。咁如果你當爸爸已經當到一個位置係你好激氣甚至乎你有可能好泄氣，咁我都非常鼓勵你嚟參加呢一個嘅課堂。咁如果你當爸爸已經係又係當到好煩啦，甚至乎已經進入咗個好抽離嘅狀態，已經唔係好想見到屋企人啦咁樣，咁我都咧非常非常之提醒你，如果你願意嘅話，把握今次嘅機會，絕對係可以成為一個修復關係嘅一個機會。咁我好鼓勵你嚟參與呢一個嘅課堂。最後分享一句經文，咁呢個經文就係馬太福音第19章26節，耶穌看着他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鼓勵你嚟參加呢個課程，到時見。